来继续来关心的是美食的大卖场好事多，梅果的风暴搁来扩大，讲有2款的梅果验到 A 肝的病毒。卫福部长试水员早起伫立法院来回应到梅果查验上新的进度，讲因甲这个好事多所有进口的梅果100%全部来查验，结果又搁验出有2批有 A 肝的病毒。部长讲，这2批伫咧边境就查落来，无流入去市面。目前是先要求好事多暂停进口梅果1个月。Costco 会员刹车出来，就是无看到有人买梅果类商品，因为 Costco 梅果类出清期，和梅果类的物件拢未当个买。该好事多收到讯息，应该就要立即下架，然后通知已经购买的消费者。就已经造成了，也只能看大家的伤害度是到哪里，就只能把它再降到最少了。卫福部长试水员在立法院回应上新进度，会调查 Costco 全部进口的梅果，结果佮验出有2批梅果有 A 肝病毒，全部拢是伫咧边境验到的美国蓝莓含地梨综合莓，所以暂停 Costco 1个月内袂当佮卖梅果。边境的部分的话，就是通通100%的一个检查。那最近好像又有检出来，又是不同地区进来的，已经请那个食药署暂停好事多这一个这个梅果干的输入梅果资讯目前至期无透明，为产品4月11日要求下架，到4月28公开验出病毒，拖17天才互消费者知影 Costco 的梅果有 A 肝病毒，佮已经卖17档，佮打甲回收几若千公斤，互民众有够烦恼。检验出来，那最新的一批就是美国的蓝莓，智利的综合莓也是在边境蓝的4月就已经采样了，那现在是等于是有结果出来。Costco 回应，伊规定伫咧边境检测或者是体温检验产品无流到市面。另外，特别注意的是，台中进前出现感染 A 肝的民众，捌去过墨西哥旅游，较真进前伊捌伫咧外省平台卖冷冻的美国蓝莓，毋过伊食到的冷冻梅果是伫咧北京卖场买，和 Costco 科技然无关系。机关署就来计算，为境外进口暂时该判本土，也就是讲梅果经济恐惊毋若伫咧 Costco。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